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今日讲到做甲流汗，互人嫌甲流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嫌，好盐咸第五条。嫌就是心不平，冒责备无爱，讨厌无下意，抱怨的意思。咱讲气嫌，若是无讨厌，咱讲无气嫌，唔气嫌。一般拢是互人学落了后讲的客气话。另外可疑，咱讲嫌疑，有嫌疑的人，咱讲是嫌犯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气嫌，这个意思就是讨厌无介意，若颠倒变的词就是唔气嫌无气嫌。人讲唔甘嫌，菜脯筋罔加咸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病顶做甲流汗，病骹互人嫌甲流烂，代表讲唔知人的辛苦，乌白批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病顶做甲流汗，病骹互人嫌甲流烂。阿明辛辛苦苦用真济气力，才完成这个工艺品，要送给伊女朋友，结果煞颠倒，互伊气嫌，有影是规个天乌一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读做嫌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